婚林死后的张宝强，因为庙内有过身的彩绘大师陈寿仪大量的作品。2016年，互官府列作鉴定古迹；2017年，先大片来保护建筑。不过到当时拢无看到修复的进度，互当地民众甲信徒拢真关心。 今日去死后，张宝强四界拢会当看到彩绘大师陈寿仪的作品，数量有148遮尔济，凸显张宝强的彩绘真珍贵。2016年，婚林县府公告做鉴定古迹，不过因为庙顶有真济所在凹起过漏水，县府伫2017年先大铁柱保护庙宇的建筑。规个都已经拢烂去咯，木材再雕刻的再拢规个已经腐去咯。我就搭一个这地皮屋安尼尔，其他拢无做啥物。 有后续的动作安尼。死后，张宝强表示，真济信众认为讲铁柱已经搭7吨外，庙内也有真济差错的建筑已经歹去，安全恐惊有挂虑。虽然讲有铁柱保护，不过嘛因为会漏水，甲国宝大师的作品也甲淡去，希望会当赶紧修理，或者是讲来重启。这铁人应该打久啊，换这庙寺内底吼，算讲，像文化部已经通过啊，到现在佫无处理安尼啦，算大家。 阮遮所有全省的人会希望就讲，看是要来修理，还是要降掉这个电器安尼。因为地方创生目前尚未公告它的作业要点啊，所以我们尚在等待这一个计划。那我们也希望提案的计划能够去结合地方的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团体。 文管处表示，讲2022年文化部补助176万，加上县府经费拢总220万进行规划设计。不过今年4月送文化部书予工程补助计划，文化部请县府年底等中央地方创新计划公布了后，才阁提出修正计划，所来会配合修改，搁再送中央申请补助。记者婚林报道。